伊煮的母娘。母娘也一个白色的物件。拜托，拜托，真多谢，阮本食应该甲伊送到面岛，毋过做袂到啊。矿工因一直加细声。布阿船摇甲真厉害，母娘要是喙唇合安安，伊直看边仔去。我手揪锁仔腿越头的时，伊敢若要讲再会，毋过要是无讲出喙，只是搁一摆点头。布阿船转去码头啊，会记一大力的我拄则送伊的拍鸟帽仔。去船离花远远的时，母娘才开始赢一个白色的物件。去船驶出西摩大港口，伊煮半岛的南边渐渐消失去。我一直拢靠伫栏杆，远远看海上的乌丝仔。我感觉甲母娘的离别，敢若已经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。我举目看船舱内底，看也无呾安怎，看到济济人围伫伊身边，若像在予伊种种的安慰。安尼我就放心，就行入隔壁船舱。三角米那达海上的影真大，坐着的时，不时予摇甲东倒西歪。船员四界分掠土仔用的铁盆。我头贴骹网倒落来，头脑空空，无感觉时间的经过，目屎插插地流落伫骹网，喙皮嘛感觉会冷啊。我就甲骹网变过来。倒伫我边仔是一个少年，伊是靠我煮一间工厂头家后生，未去土桥准备入学考试，所以看我伫学生帽仔对我有好感。阮讲了几句仔话，伊问我讲，